台中的警方顶一日抓到一个非法中人的集团，带头的是一个姓洪的查甫人。伊专门找4年的移工，甲超过期限非法踮伫咧台湾的外国人，伊甲伊引失头，佮抽婚，而且赚的乌心钱有甲200万。目前已经甲这个非法的集团拢总33个人移送法办。台中5车透天厝内底藏27个印尼籍4年期间到国际外求，因为做工领无钱，闹出抗议，各翕影片伫网络反弹。警方甲移民署接到报案到场解决问题，说意外查到姓洪查甫人为主的非法中介集团。我拢是对一个头啦，头你啊，伊个头，无我拢会甲讲几个人安尼尔，还是伊咧杀啦，薪水我是去收的价，薪水定啊我算的啊。姓洪查甫人伫5车开工程行，透过印尼籍姓洪的外配，为2004年开始就共享非法4年期间到国际外求，中介到工地做清洁搬分拍照这工作，各费一薪超500到1000。互移民署查到，查扣电脑小铺这证物，统计集团不法锁定200万。姓洪的外配为当中得到8万起的中介费，后续将姓洪组嫌非法务工，建设公司头家等33人，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涉嫌长期招募失联移工及逾期外侨至工地打工，透过剥削劳工薪资谋取暴利。全案已将非法中介、雇主及非法工作者共计33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台中专勤队表示，违法销售外国人非法工作，会罚10到50万。借出移动经理，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或者科或者并科120万以下罚金。另外，今年10月新制上路，呼吁有期拘留的人家己到案，罚金就应减半，也继续强化查缉力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